找你。啤士阿叔隔離同阿姨話唔大，安全帶會賴鳩你。忽錢座間講到好貴犀利，新聞報紙係咁洗腦提你。1月25號生效日期，點知有位江議員好心機，揭開法例要來有玄機，條文淨係管啲新登記，舊時啲巴士全部唔理，成個香港舊城嘅坐騎，原來法理上唔會賴你。同法律爭好遠，市民個個都睇到眼冤，好彩有你揭穿呢個大騙。江玉歡一出聲，政府先識轉，話會修例，唔會亂咁跳。出嚟認據有啲缺失，話技術上係有啲瑕疵。當初升旗係咪求求撚期？既然官員有冇落手落詞？先訂立後審議快急急，搞到一幕半認真啲。哦，原來條例有彎轉，政府宣傳同法律爭好。咁啲一個律師嘅火眼金睛，睇穿咗啲文字嘅陷阱，民意滔滔總要有人聽，唔係靠嚇就可以搞掂事情。哦，原來條例有彎轉，政府宣傳同法律爭好遠，市民個個都睇到眼冤，好彩有你揭穿呢個大騙。江玉歡一出聲，政府先識轉，讚你夠英夠膽去挑戰。